你看，有大水沟跟小水沟。小水沟这个就是那个灌溉用水的水道了。这边是水尾了哈，这边是水尾了，尾巴了哈。那尾巴那边挡起来。哦，彩色的哈，彩色的高铁。哦，彩色的哦，赞！终于找到彩色的火车，彩色的高铁。尾巴那边水尾那边挡起来，不能在水头那边挡哦，会引起公愤。那边是水尾没关系，水尾那边哦，你看用那个好像建材行卖的那个又有塑胶又有铝的，很硬的呢。哦，然后哦刚好那个配合那个水沟的大小，你看可以挡水呢，不是全部都挡死哦，有些水还是会流出去的，但是还是可以挡水。然后你看那个有水沟孔的啊，有盖子的，水沟孔有盖子的，把它打开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那个水沟孔有那个很粗的塑胶管做那个水沟孔，做水沟孔的盖子打开，然后水会升上来，呢，水会进去哦。前面那个已经碰到那个水沟孔了，大概1公分哦。哦，水慢慢会不会跑进去哦？哦，这个都是人家要种田，要种水稻了。你看，可能说是从那个白河水库还是乌山头水库，好像乌山头水库那边排的水过来的。然后那个有的农田水够了，它就水会流出来，流到这个大水沟里面。哦，你看，有看到水坡那个水都有在过来。